睇你呢季。我都睇下。我以前就做俾你錢我，俾啫，試下俾咯，試下執落嚟咯。都俾咯。因為槍仔咁樣你係自己都做嘅事，你哋講翻我都直係啦。OK， 嚟嗌住嚟頭 ，OK。由手機得，之後封俾佢，封俾佢。係啦，唔好上得夠耐，一兩句咁樣嘅。可以上一兩句。多謝。緊要啦，你繼續。轉身。早啲慢，快來。大運機。
，ready 啊，準備。你踢多兩下佢準備，踢多兩下佢準備，你好好講。好攰啊！威哥！唔緊要。Referee， 下個死球換人啦，唔該。去晒兵！過埋，而家國球啊，過埋，唔好意思啊。換得啦，換人，準備。豪哥，走，指中打吧 ，Charles。豪哥 ，No，not you， don't，not you yet。豪哥換指中 ，Charles 夾指中。發勢！講嘢！去晒嚟頭，過先，睇到，拍晒，拍晒。落翻右邊，我住個波啦。係頭落翻後邊啊！搞掂。
哇！二中唔好貪心啊！阿興，買頭換你好啊！買頭。換埋。阿龍開人，買 A 同換翻人啦！炸彈，唔係啊！右手哇！你炒到黐埋啲，我第一點啊喂！冇人買佢。邊個嚟啊？拉邊啊！OK， 上，你個 option 佢。慢慢嚟啊，家豪。再嚟，阿遠俾完。跟住翻嚟。老妖。再嚟啊！下次 OK 啊喂，記住喂，唔使咁急啊！我哋慢慢踢啊喂。我頂翻先喂！而家嗰頭快嘢！喂！出聲！再快啊！出聲喂！冷凍咁樣。呢份支持未到，咪踩過。係啊，唔好亂嚟喂，對唔住。係啊，而家啲班人咧，唔係啊，有一兩個你跟人咁，即係自己玩人哋要保你個位咧。你留意下，右閘呢位而家係啊，我話未到，即係我喺個中間啊，左閘上嚟，左閘上嚟。攞住個波啫！
好晒，甩咗先啦，啲波甩咗先啦。攞波先，落嚟攞波先，中間。呢個。跑啊遠！其他人。Rafi 死球換人啦 ，Rafi 死球換。今日攞節奏先啦。咁用呢個借埋一個又慢慢嚟，慢慢嚟。第二點，好嘢，第二點。好嘢！打一竇嘅右閘先，打一竇嘅右閘先嚟頭幫手。OK。好啊，好波啊，中場。好翻到右閘先啦，遮左手。機。後面。我哋波啊！黃山波！阿遠！添啊！支右手嚟頭，唔好埋中間嚟頭。多謝。散咗。係啦，早比得啦，係咪？第一次先前踢波，第一次早比唔得係嘛？屌你老味慢到西咁樣。幾啲踢波啊啲，嚟啦而家喂，你哋出嚟，熱力出咗嚟㗎，係啦。緊要追！阿明回氣，唔使急住。我哋都得。安落，沒遠啦，近住啦你。
快前翻啲啦，前翻啲啊！喐快啲啲波！快到！好！起身！係咯，屌你！左邊，左邊。好叻，堅持搞掂。冇錯，2碼。好。OK， 繼續，繼續，繼續。你做幾耐啊？呢一次？佢俾人掹咗呢個。喂，第一點啊喂！我呢鞋真係好油啊，又記得中的。好嘢，呢份 good。我仲有5分鐘啊！喂，呢一節集中。我見你諗住一定係斬大，直接攻啊！我 OK 啊，呢一次可以，但係又可以有另外選擇。係坐低，坐低，坐低，坐第3面最後，大家後邊，即係邊個兒仔？你落嚟，左邊豬仔，兩個仔，最後阿媽，都係阿媽，一最左 OK， 中間我打位人，前邊進攻中。阿昌呢邊嘅有前鋒，周雲 OK 未啊？周雲你手多少？即係可唔可以接住呢個睇過嚟嘅位置？即係就呢一型就呢有啊，係啊，啫。Ryan，你落左邊啦，我右邊。阿 Alan 同阿黎頭打一手。佢哋測下咧，跟住我見到佢走。好多去啊！地方難啲。跟住我諗住你個後衞，我諗住你講話五洲腳，因為我諗住話佢位左腳先，佢啱啊！我哋俾你右腳動，下次右腳動。
喂，嗰啲咪佢嚟嘅喎，你都有份啊！有仲攞嘅，不過後嘅。留緊隻佢入啊！個球係飛機球啊！好少出現喺嗰啲位置，有啲繼續啦！我時入去，我知佢頂入嚟啊嘛。係啊。佢都係踩。係喺度右邊啊！開波先，開波先，撚嘢三個。哎呀，屌有咩事啊？好直播啊，翻嚟啊喂！而家係殺死嘅，唔上去㗎啦！山東根本就係要你唔好上去㗎啦！我知你講就咁斬，跟住俾咗對手。我想俾佢，但係都要最冇腦嘅諗法，你又會㗎？你唔會斬得到隻㗎，冇可能斬到。你冇事，你斬咩我不如都係啊！我得3個 option 嘅，如果係都整好，睇隊。去啦！死隊，喺度。第二出嚟，最簡單，喺度。走遠。第3年推埋。交，慢慢嚟啊！睇時間，你自己有。